大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新店有一间拖吊场，下做阿旺，因为拖吊的速度真紧，捌30秒就拖吊完成，互网友奉为台湾上快速的拖吊传说。结果最近要甲违规的车拖转去保管场的半路，这个车煞入去，弄到人行道才停落来。民众笑讲，上快速的传说破功了。 路里一台拖吊车等咧作业，不过后1秒，抓塞脱钩，还冲过头。驶到一半，后壁违规的车辆煞向高压落去，驾驶嘛赶紧倒退路落车来看。阿兄不要吃槟榔了啦，吃槟榔吃到车掉了。随车的员警嘛赶紧落车来倒看，代志就发生伫咧18早起8点外，台北市木新路3段。有听到滴很大声，那我还没有开，在里面有听到。 怎么刹车声那么大声，很急，然后还闻到臭味。那这间拖吊场是该出名，伊就是人讲新店上紧的传说阿旺拖吊场，上紧17秒就会当拖一只车。当时因为新北市深坑仔拖吊违规的车辆要登去拖吊场，想袂到伫咧我拖吊场无到2公里的所在高压落去，嘛互网友笑讲，敢讲上紧的传说破功啊！但拖吊不敢开，就是你有拖开是钱吧，那你没拖不到是没有钱啊。拖一台大概多少钱？200多吧。一般是由拖吊旁边跟那个。新店分局表示，拖吊车的司机甲员警当下落车来看，有后续车主来领车时，拢无发现损害。不过，这号上紧的传说破功的影片嘛，伫咧网络顶引起讨论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